寧願冇人睺都要有要求。由細到大，我媽都咁同我講嘅，話做人咧一定要有要求，包括揾女朋友都係啦。個樣咧唔可以肉肉酸酸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我係讀男校嘅，當年我最熟悉嘅女性，除咗我媽之外，就係佢同埋佢嘅。佢哋同我非常之親近，長期棲身喺我電腦 D 盤入邊嘅學習資料夾入邊嘅運動學理論嗰度嘅。我細個嗰陣時我就諗啦，我將來嘅女朋友咧個樣一定要有佢哋7成啦，身形梗係要有佢哋9成啦。但係好可惜啊，幻想同現實咧永遠存在住巨大嘅落差㗎。我中學嗰陣時我醒過㗎啦，我發覺咧嗰啲樣靚身材正兼且溫柔順從嘅女仔咧，往往淨係可以存在喺日本嘅影視文化嗰度，淨係可以近觀而唔可以褻玩嘅。嗱，即使真係有啲咁嘅女仔咧，又輪唔輪得到我去揀呢？所以我認識大部分嘅雄性生物，佢哋要求都唔會太離地嘅，但求個樣咧四四正正，性格 OK 就算㗎啦。但係我認識有一小部分嘅女性，佢哋嘅要求係高到一個匪夷所思嘅地步，佢哋嘅身體入邊咧缺少咗一種叫自知之明嘅基因嘅。佢哋開啲咩擇偶條件？你聽住啦喎，個樣咧要似余文樂，身形要似彭于晏，職業咧就要係 I-banker、律師甚至係醫生其中一樣咁上下啫。唔係冇，但係呢啲人咧通常都喺韓劇嗰度居住嘅。嗱，講開韓劇啊，好多女仔咧睇韓劇已經睇到入晒腦㗎啦。佢哋要揾老公咧，要揾都敏俊啊、宋仲基啊、孔劉呢啲咁嘅男人，個個女仔都叫佢做老公㗎。Come on， 醒下啦！男人都唔會叫個 AV 女優做老婆啦，你哋快啲翻嚟現實啦！其實男又好，女又好，做人真係唔會有咁高要求。揾男女朋友啊，個原理咪就係同 eBay 同埋淘寶上面賣貨一樣，好似呢對鞋咁，我夠薑叫價成1000萬都得㗎。問題有冇人買先？你哋揾男女朋友都係㗎，你哋開咩要求都得。問題有冇人睺你先？嗱，所以話做人咧，千祈唔好有咁高要求。如果唔係咧，真係冇人睺你嘅啫。係咁啦，唔講啦，拜拜。